从出埃及记开始。如果有留意到的弟兄姐妹会发现，出埃及记接着会读利未记，接着会读民数记，接着就会读申命记。还记得在年初我们读创世记，所以今年呢，我们很完整的把圣经旧约圣经最前面5卷书，创出利民申全部都会读过一遍。创出利民申就是我们所谓的摩西五经。从摩西五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他如何跟人建立关系，然后我们也知道我们人是怎么来的，我们在这世上的呼召，还有上帝对于我们人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可以了解我们身为一个人的意义跟价值。从创世纪的结尾，如果我们还有印象，就会知道这群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会住在埃及，就是因为之前他们在居住的地方饥荒嘛，发生饥荒，还记得吧？好，这个主日学应该也很熟。好，因为饥荒，然后因为约瑟又在埃及当宰相的缘故，所以他们雅各他们一家大家族呢就逃离饥荒，然后来到埃及定居。好，来到埃及定居的那个时候，因为约瑟是宰相，所以呢法老就对他们就是有很好的给他们很好的供应啊，很好的地方让他们住。这些以色列人一代一代，他们生养众多，遍满那地。到了一个时候，到了一代新的一代的法老王兴起，这个法老王呢就马上改变过去，一改过去的法老对于这些以色列百姓的心意，他就命令他们这群以色列人做好像当做奴隶这样子，要做苦工，要帮他们建造了很多的城市这样。命令他们做苦工这件事情呢，是这些以色列人非常始料未及的，因为他们在埃及本来都过得很好，突然之间好像风云变色这样子，彩色，他们的人生突然从彩色变成黑白，日子是越过越苦，到一个程度他们实在受不了了。圣经说他们就开始呼求啊，开始在那边叫苦连天这样，他们的呼声被上帝听见。于是呢，上帝就呼召摩西要带领他们出埃及，离开法老的手下，让他们知道，你们生命的主不再是埃及法老，也不应该是埃及法老，你们生命的主应该就是耶和华上帝。这样子的一个呼召，当然我们也从这几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在读经，我们知道摩西跟上帝有一些交谈。有一些拉扯、摔跤，因为摩西始终他一直不想接受这个呼召，可最后他还是接受了。摩西接受这个呼召，他就去跟法老说法老，这个呢，你应该要让这群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到旷野，我好带他们到旷野去敬拜、侍奉我们所敬拜的上帝。这个法老一听摩西这样子讲。他就想说，少来这套，该做工的不做工，想要偷懒不做工，找什么借口？我们埃及的神不强大吗？敬拜什么耶和华上帝？少来这套，你们就想要偷懒是吧？好，于是这个法老就用更严苛的方式来对待这些以色列人。本来他们做苦工做砖的那个砖块。是他们里面有一个材料是需要草的，那个草呢，埃及的督工会供应他们，那些草那个砖的那个原料里面其实都是有草的。本来埃及的督工会供应他们这些以色列人呢，这些草来做砖，然后盖成这样子。可是这下子，这个埃及法老就说，草不给你们了，但是呢，砖还是要如数交出来。你们过去做多少砖，你现在还是要照样做多少砖，不能因为我草不给你们了，你们就可以跟我在那边讨价，说因为这样所以怎样，没这回事。哇，这下子草要自己去找不然没办法做砖啊。就好像本来是一个大厨的，本来他只需要有二厨啊，或者是有跑腿的帮他买菜啊，帮他切菜、洗菜啊，他只要下锅炒料理就好了。这下子洗菜、切菜，甚至于到买菜，通通都要全包啊！
也就是我们今天经文记载的那个季红，麻烦你放到经文的那个画面。好，所以呢，18节我们看到法老就说：“现在你们去做工吧，照样去做，去做你们的砖，草是不会给你们的，砖却要如数交纳。”以色列人的官长啊，听说这个砖要如数交纳，就想这下惨，这下惨。这个摩西到底他们跟法老说了一些什么啊？以至于他们日子不但没有变好，反而变得更差。当这个以色列的官长离开法老的面前出来，碰到摩西亚人，一把火就起来了，就马上就跟这个摩西亚人说：“你们看看你们做了什么好事？你们到底怎么跟法老说的？今天更苦的差事要落在我们头上。”于是呢，他们就这个以色列的官长呢，就对摩西、对亚伦说什么呢？21节，他就对他们说：“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断；愿耶和华鉴察你们呐，摩西亚伦，看你们做的好事啊！好，愿上帝在你们身上施行判断。你看你们让我们过的日子过得更糟更苦了。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跟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好像把刀递在法老的手上，让他来杀我们这样子。”摩西真的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好不容易突破自己的那一个弱点，他接受了这样子的呼召，然后他勇敢的去面对法老，结果呢，竟然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果。上帝确实是鉴察摩西跟亚伦。鉴察就是知道、明白的意思。上帝确实是知道他们的忠心，确实知道摩西亚伦就是照着上帝怎么吩咐，他们就怎么说；上帝怎么吩咐，他们就怎么做。上帝也知道他们这种有苦难言的痛苦，不只是有苦难言，看到自己的百姓，其实摩西他们也是很心疼他们自己的百姓这样子做苦工。他看了也是很心疼啊，所以他才会领受这个呼召这样子。但是面对法老的权威，面对百姓的责难，摩西现在怎么办呢？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曾经碰到过像摩西、亚伦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有苦难言啊，徒劳无功，做了半天。有一句台语叫做“做到老光，天啊老磨”呢。就是你做了半天，汗流满面，别人给你批评指责了，就是用一些口水把你淹死这样子。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正面对这种徒劳无功，做了一堆努力，反而被人拿来说嘴，情况更加不堪的这样子的一个处境，这样子的无力感。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面对过这样子的情况，或者现在正在面对。我们接下来要看一个影片，这部影片呢应该是十年前拍的，因为我第一次看到这部影片的时候是至少10年的时间了。我还没有进神学院的时候就看过这个影片，每一次看其实都很感动。这个影片是个真实故事，是描写1956年有5位年轻的美国宣教士，他领受上帝的呼召，留下自己的妻儿。影片可以慢慢准备了哈。留下妻儿要前往南美厄瓜多雨林区传福音给当地的一个叫奥加族的原住民族。这个原住民族呢，被当时人叫做食人族啊，就是非常的不理性、非常的凶残的这样子一个民族。那个佑豪麻烦帮我把灯，因为这个影片已经10几年了，所以画质不是很好。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往前坐，就可以看得更清楚。这样，我们来欣赏这个影片。
kick the wall down here. They're not ready for that. We are. Promise me one thing. Just one. One thing. Sound like your mother. If you get in jail, over your jail, promise me you'll say these words to them. What words? The Wampanoag words. They mean, I am your friend. Your sincere friend. Will be a new one. Will be a Numba. Right? Yeah.
拯救不能失丧的生命。这一群我们在影片当中，我们看见这一群宣道师面对奥家族的残害，也知道说他们的牺牲，在世人来看，或许真的是好像白白的牺牲。他们所做，从小就为了这一天预备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化成泡沫，好像没有任何的成果，最后还成为众人舆论的对象。宣教士的家庭，我们也看到他们所遭受到的痛苦，根本是无法言喻的痛苦。他们家人在无助的过程当中，选择像摩西一样转向上帝，与上帝面对面，就像他们选择与耶稣面对面，因为他们知道，唯一能够带给他们安慰、力量、继续向前的，就是鉴察与拯救的主，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稣。因为耶稣知道那种生离死别的痛苦，耶稣知道没有人理解的孤单，耶稣也知道被恶意重伤的愤怒，耶稣知道我们人内心一切的心怀意念。这些宣教士的妻儿们，他们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决定，他们选择将上帝的呼召延续下去，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选择。在影片中，我们也知道他们选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那是耶稣的榜样。影片上说，他说，因为耶稣就是要拯救那一些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耶稣就是为了拯救那些把自己钉死的人，让他们能有机会选择一个正确的人生。因着这些宣教士的，还有他们家庭的委身跟牺牲，奥家全体族人都信主归信耶稣。我们要来想想看，身为一位基督徒，就是要让自己在各种情况都能坚持并且传承自己所信的，进而让周围的人都可以认识基督，并且亲自经历他。上个礼拜，刘三牧师有谈到新科技时代，网络快速的这样子的一个连结，人与人之间，照理讲应该是心更接近。可是我们会忽然发现，这样子的科技时代，却让我们的心内心的距离是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我们明明是上帝的子民，应该活在上帝的爱，在爱里没有惧怕。我们应该是活在没有惧怕的一个环境当中，可是我们常常被恐惧包围啊。因为我不相信你，你不相信我啊，我当然很害怕啊。好，我们常常害怕我们失去金钱，我们会被金钱绑架，怕失去一些权力地位，于是我们被政治绑架。我们怕失去我们的关系，被人情世故绑架。明明是人，却活得不像人，像是个奴隶。我们是人啊。上个礼拜刘三牧师有说，他有什么，那种 AI 智慧、人工智慧、机器人、合成人跟真正的人嘛。我们明明应该是真正的人，可是我们好像活在一个已经被设定好，被这个世界设定好，碰到危险就是躲，碰到什么情况就是怎样怎样怎样，好像已经被设定好了。怕东怕西的，怕被误会、被否定、被淘汰。无论我们外在是多么的光鲜亮丽啊，我们内心已经很多人的生命都已经千疮百孔，活得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辛苦。其实我们内心的意念，上帝都鉴察，他都知道。我们在他的面前根本不需要去隐藏。有的时候我们过得很辛苦，是因为我们在隐藏很多东西，我们不想让外面的人知道，不想被人看穿。但是其实上帝都已经知道，我们在他面前不需要再努力包装，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一切的念头都向上帝祷告，可以跟他呼求，因为上帝是鉴察的主，也是拯救的主。虽然生命中充满了不确定，充满了敌意，但感谢主，不论你是开口呼求的以色列人，还是领受使命却遭受责难的摩西，上帝都鉴察。无论你
你是那些蛮不讲理、让人退避三舍的奥家族人，还是愿意委身基督的宣道士，上帝都鉴察。不论你正处在哪一种境况，上帝都知道，他都鉴察。他不只是鉴察，他也拯救。他鉴察了奥家族人过去生活的那样子的不堪，但是他拯救他们。他鉴察了那些以色列人在那哀哀叫，但是上帝愿意拯救他们。只要你愿意单单信靠他，上帝就会救我们脱离那一切不堪的情况。上帝常常兴起各样的环境来磨练我们的信仰。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已经持续了几个礼拜，我不晓得大家对这件事、这个事件有怎么样的想法。我们看到香港的那些学生、那些青年，他们为了民主价值，为了自己的未来挺身而出。谁敢说这世代的青年是经不起考验的草莓族？最近有一个消息，就是说，如果万一有这么一件事发生，这一些香港的青年，他们的父母说，我们愿意站在他们前面，为我们的孩子挡子弹。上帝是行公义、好怜悯，他希望我们能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反思。对牧师来说，你们要为牧师祷告，因为万一真的有这么一天或类似的怎样的情况，牧师希望能够站在你前面，为你们挡子弹。当我们在说主啊，当我们在祷告说愿主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我们只是像背课文一样，用着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主在天上，然后这样背过去呢？还是我们真的有体察到、有观察到、有觉察到我们四周围的人，他们正在受苦、受逼迫？或许我们的努力会成为效果。如果今天或许我们在台湾，我们也集结起来为香港的民主运动，我们一起为他们努力的时候，或许我们会被录影存证。然后呢，哪一天我们路过香港的时候，或许会不会就被中国抓去了？就说啊，你某某某，你黄之梅好家伙，当初你在台湾台北大同区，你做了些什么事，你讲了些什么话，然后我现在请上传嘛好，不用那个上传，这就是录影存证了这就成为我到时候被中共抹黑的证据。就好像摩西没事去跟法老讲那些话，然后成为他被他的百姓打压的证据。以色列百姓就是这样子摩西你没事去跟法老说些什么啊？害我们今天这个样子。然后这些宣道师也是一样你们没事抛家弃子去那个地方宣道，自己死了还不算，你的老婆、你的孩子呢？你这么不负责任很多时候我们的努力却成为最后被定罪的一个证据，被众人指责的证据。就像摩西、耶稣跟这些宣道士所受的一样。但是我们要记得，当我们注视十字架上的耶稣的时候，当我们注视着永恒，我们就依然可以昂首抬头，向一切的仇敌夸胜。就像那些宣教士，像那些宣教士的太太们、孩子们。那个影片中有一个比较大的小孩，对不对？他后来也成为牧师，他为谁施洗？他就是为了杀死他的杀父仇人施洗。他为他的杀父仇人，就是那个酋长施洗。今
今天是升级礼拜，我想不只是儿童要升级，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都要升级。在生命的旅程当中，我们所碰到的一切环境，都在不断的提醒我们要怎么做我们的信仰上的反思。我们不是活在这个很被保护、还相对自由的民主台湾社会里面，好像享受这样子聚会的这样子的好处。今天如果我们台湾成为第二个香港，以教会来讲，第一个受逼迫，真的就是我就要站在你们面前，因为我的讲道的内容就要受到审查。如果我讲的不是中共当局爱听的话，那我们就说再见，你们要为我祷告。影片里一位宣教士的日记当中，他说最后那一段字幕哈，他说为要得到绝不能失丧的东西而丢弃无法永远拥有的身外之物，这样的人绝对不是愚昧。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什么是我们该舍弃的？什么是我们应该紧紧抓住的？宣教士这段日记里面的话，其实就是约翰福音12章25节所说的：当我们若爱惜自己的生命，就会丧失生命；那恨恶自己在这世上生命的，就要保全生命到永恒。在我们传福音之前，我们自己必须要先站稳，我们要先站稳，我们要先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不然环境的困难一来，我们很快就倒地了，我们就慌了，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反应，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反应。就像那些以色列人，看到人就骂，看到人就埋怨。我们应该要学习摩西，仰望那位鉴察与拯救我们的主。我们自己要先站稳，我们要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选择。耶和华上帝是鉴察的主与拯救的主，更是叫我们在任何困境当中都抬起头的上帝。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